喂，嚟到越南，你張美食清單淨係得浮。今日同你見識下越南梳粉界四大天王。第一位，順化牛肉米粉，濃烈霸道，靈魂出自順化古都，用香茅同辣油熬出深紅色湯底，飲一啖嗰種兇悍嘅鮮辣，即刻喚醒你成個味蕾。第二位，會安高樓面，呢個古城獨有美味，淨係喺度先食到正宗，彈牙鹼水面上淋秘製醬汁，鋪滿香脆豬油渣，每啖都係穿越百年嘅人間煙火。第三位，烤肉米粉，河內街頭美食王牌，現烤豬頸肉帶住焦香，跌落酸甜湯底，薄荷紫蘇清香瞬間爆開，教你最地道食法，將米粉索滿湯汁，一啖肉一啖粉，清爽到飛起。第四位，蟹肉番茄粉，河內人嘅心靈慰藉，用新鮮蟹肉同番茄捱出濃郁湯底，炸豆腐吸飽精華，通心菜增添清爽，再加一薯蝦醬，即刻注入靈魂。四大天王你最中意邊個？評論區話我知，帶你去食勻越南隱藏菜單。